哪位？我叫谢淑媛，叫我 Annie 就可以了。你要讲学霸？嗯。你真今天名不虚传的，拼命善良啊！就叫不啰嗦泡沫红茶。欢迎各位来到不啰嗦泡沫红茶。本人姓罗，但是一点也不啰嗦。临盆嘅还没机会做大姐，你就去睇條架。所以我不聽啦我，做壞嘅唔係放縱，從多個聽啦我，要企到上做貓王，個落氣會變難用，上個冇見過以上，成功嘅夢，為這樣開始多想。前頭啦我，前所在來其條空，是當朝頭啦我做事難多忍讓，個樂見嚴明安安，想到變成成功嘅。来，设计。你唔信啊？做番以後啊，食啤酒啊，最爽嘅呢。做番嘅香，你唔香啊？吃東西啊，要不給東西哦，鏡頭生呢，來老靈魂哦，從頭來生呢，是啊。點辦哦？身體冇爽快嘛，平常時候唔係請下講法唄。冇啊。你請什麼呢？什麼？對嘛個什麼啊？愛啊？對愛什麼？誒，用唔啦？唔知嘛。我本來係個做店斷會出小小子，為到前期真是該業務工作，我將1年當做6年樣，每年工作8點鐘，我就做16點鐘，真無簡單。當本主管看中我，將你愛團吹。老闆想去強用啦，唔過然後還請失望啦。不過，請打賞，我老豆唔老該強用，係靠自家嘅能力，都台北大兵嘅客家呢。那係啊。咁係安呢？我後台暗暗，你做得感受大兵呢10年。哦，原來係亞洲演員啊！收翻你女咧，我特別咯，加青島嘅蒜條，6、7千塔咯。按住先咧。一位小姐聽日是你女朋友哦。哦，後來連盤講哦。冇亂講啊！我同事啊，我同阿妮，你沒嚇你咯？他是嚇爸。誒，一位小姐用我吃東西哦。
无讲你扣面的嘛？无啦，来，平平的客家面吼，来，来给你一杯啊！不用客气啦。来啦，来啦，来啦。嗯，吃吹吃吹。哎，你按福气哦，唔免爱分家过啊。因恁哦，上路的客家人吼，每一集是迄大片的男主分呐。你承认其这种任务吼，一定冇问题啊。爱赌记吼，双火魁士是比起拼命商人嘅高薪吼，感动多咧啊！据说吼，手老去买酒买到你啊哈咧啦。佢呀做个送货员啊？系啊，亲像一从嘅时间是要送货，不过吼，佢亲像吼要天手吼，老酒全部办好势。啊，明明唔系赢公司买的目酒，是要天数帮我变呐，千3万哦！大哥，安子先呢？安尼安好嘛？听话吼，要位小姐哦，怎讲啊？后腿凊硬啦。讲来吼，都在减少大兵医生员。嘛甲后退，那样唔对，还是由后退吼，佢巧脚是好了啊，用是做到分流脉络，做通的哦，啊！好啦，啉酒啦，无再搁讲遐吼，后退唔后退嘅事情啦。来，两边的客家人，干杯！干杯！大家来。好，按姿势，按姿势。宿主唔好按酒咧呢，唔好安尼强样呢，啊，都冇变呢，按好呢。是这啦。左边一点，你再左边一点，好，上去一点，好，可以贴了。哎，罗爸罗妈，小罗爸来了，你们好，欢迎。喂，请安静嘛。喂，好奇吗？那演员都可能安太招牌的呢。哎，来来，罗妈坐啊坐，好啊。哎呦，唔生气哇哈！哎，咩都要参样样哎。阿强啊，你想讲耐久的正式开张的时间，要来做宣传。差唔多有一个想法，到时候哦，一定老银行的木珠全部想过来。大家好，安妮，你来嘞？欢迎，安妮坐啊。替今年师妹，当然我来恭喜一下嘞。来，招财猫祝你得胜利，节节高升，穿台前。安子生，来，哎，来挨爸，来挨你。阿爸，爸没好，嘿，还俺安妮之后嘞，俺们黑下岗你。哎呀，赶紧的，大家起来试试看，这个是小罗刚刚调好的冰博绿茶，好啊，都喝喝看。米酒不差嘞，有啉哦，错诶，俺感觉同好啉呢。哎，但是还是很差一米啊。阿强啊，你个同人公司的洋酒哪里买得错啊？阿爸，泡沫红茶店做面得卖酒嘞。你让我做唔得啊！唔看人家嘅小型酒有嘛，佢都表卖嘅，哦，还有个保利达啤有嘛，人还掺嘅呢养乐多，哦，还有个威士忌，人还个掺个小壶咖啡个冲下啉嘅，让我做唔得啦。你讲真的假的哈？当然知道。讲迄不得不切的。哎，这，乜咁不得不切的？错诶，安尼讲也错，好点子。你想到嘛该喏？不过还在思考哪样的，做得也做唔得。唔讲，我老同讲嘅话，一定要挨个道理嘅。
喂，都可以做嘛干啊？喝酒啊？暗暗咧，还唔准去翕困，廿一點就要正式開鐘咧，一定有一大堆嘅事要無限咯。哎呀，就迄件開鐘嘅樣式哦，忝無限，想留促銷計劃更加添出來啊！人來聽數啦。好啊，唔連看呢，有隻咩事？根本要頭同阿爸講嘅話哦，本來想到，人哋嘅酒哦，迄家一式嘅飲料哦，就做得順口又好啉。日本銀座酒店嘅小姐哦，都要留威士忌摻水。迄家配飲料，用調酒嘅方法，應該也做得啦。不過大部分一調酒嘅基本酒，都係淡味口味嘅酒誒。古所調酒嘅配方哦，真複雜，係用威士忌來調哦，就真簡單啦。錯啦！如果只要幾盎司的威士忌，加上飲料，啊，好大條誒！你要吃到安尼啊？太好了，我哋咧吃零看呢，加乜加最好啉。哦，你看呢？調下幾種哦，氣泡水調出來哦，最單純，最好啉啦。我每次都按呢，而且感覺高雅又時髦。老 Q， 你請到最好嘅飲法咧，很爽咯。哪一口機總會出現了雜貨嘛？你冇看中你飛天花，到底係乜嘢口啊？零分咯，7676就會加油加油啊！530就會愛上00就會記啊！韓服唔用少 ，BB 扣還有暗號。零分中意啊，我係冇相干。有時啊，感覺到有人老你加油，真溫暖哦。哦，很甜哦，我來轉嘞。啊！你做得上來轉戲嗎？當然做得啦。OK，Thank you。什麼啊？唔使客氣啦。你愛你來麼？我去介一下帶。行到去吃零分呢？安尼啦，下禮拜吼，嚟到零分哦，將叫下過來啦。好，其他愛謝你哦。天光一見啦。再見。
怎么又过来了？不早点回去休息？喝酒了。但是我今天把洋酒的行销计划给做出来了。真的啊？那我的小罗一定很累咯。哇，只要看到你就完全不累了。总动人生，心动意动。哎，阿明，我聽你去做姑。你妹還要天花拜訪去做咩？佢酒店給你，那有了糧食出紅蟲嘅，我愛打天花不滿啊。講起一撮吼。林芬，你怎麼來啦？你來找周大姐對不對？你管我？喂，我是來找安妮的。找我？什麼事啊？有一點點小事情想要拜託安妮。可是我們這樣出去哎。啊，這麼不巧哦。哎，什麼事你告訴我嘛？我才不要告訴你嘞！哼！哎呦，不要哭了。安妮，還是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等你好了。好啦，就拜託你，咱來談談看，兩人要變乜嘅把戲啦。從古這邊哦，我自家去就做得嚟啦。真的嗎？好啊，好啊。安妮，我不會耽誤你太多時間的，拜託啦。好啦，你就答應佢啦。希望哦，機會人係老少貴嘅啦。好啦，耶！好，那我們走吧。給你都去慢慢打嘴鼓啊。好啦。拜啦，走吧。别客气啦，这里的下午茶很好吃哦，我请客。謝謝。你找我有什麼事嗎？我想請你幫我。我覺得你好能幹哦。也沒有啦。有，我每次看你做事情啊，一下子就可以弄得乾淨利落哎。像我都快開店了，連茶都泡不好，就想來想去，想說你是做業務的，又很聰明，應該可以先教我最重要的事吧？最重要的是。就是記賬啦，我都不會，又不曉得怎麼記賬。老闆娘一定要會記賬，對不對？先吃啦，先吃啦，吃完再教我。我可以吃一口嗎？謝謝。
强，要加油哦！恭喜你，恭喜！谢谢。50杯免费哦，请进，请进。今天罗大来请客啊！好，谢谢，请进。阿強，前面人按到呢，就孬嘢咯。有冇嘅愛買天數嘅嘛？唔是啦嘛，來佢啲唔係按你們辛苦誒。好。我買天數嘛哈，按摩汗啊。不用了啦，龙妈，不用了，你休息啦，我们忙就好了。歡迎光臨。謝謝，歡迎光臨。阿 Q， 阿鵬，容易啊！哇，好難得哦！我還以為你搭車上來會遲到呢。阿強啊，佢點？我當然要來捧場啊，係嘛？美女呢？美女啊！美女！唔好啫，原本嘢好不容易貓王生仲要強下嘅，唔捱得佢隻啦。明明就有，你剛一聽到美女的名字，臉就紅了。我去叫她過來了。我係唔派車好唔好？阿伯，我聽埋羅德嘅啦，阿伯。我得，老鬼。來，裝強啲啫。阿強，哦，就蛇逼咯啦，又咁樣估唔到。哎喲，喺工作嚴小事前，唔可以講啦。係課上過考咧，一下搶完堂喪跛。嚇？你講完堂上班？誒，做唔得係冇？唔係做唔得，你唔唱嘅。你而家係後展嚟哦，足量下，乜唔好唱太子？哎，有人講嚟，你自家做調家，還像死鬼一樣嘅。我羅強咩？羅強，謝茶。阿潘，你知道嗎？美女現在被調到苗栗的學校去工作了。更新一下資訊啊，免得有人進度落後了。阿秀啊！你也曉講客話，做得好，老同事講客話吼，大家感覺吼，真件真好咧。來，小姐，唔連講咧，你就咩事？今天生意超好的啊，好歡喜哦！誒，你向我去唱歌好冇？莫忘新人組，好叫我向下唱歌咧。好，就去唱歌。一起去唱歌好不好？一起去嘛。唱歌。OK 哦，明班，安妮，我拄下班，正好經過兩杯，恭喜你哋哦。係姐姐，
各位，这位是小罗的同事，也是我的记账老师。啊，对了，安妮，我们要去唱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KTV 啊 KTV 错啊，强欢喜啦！有美女嘅作伴，爱歌上一天歌卡赞。马上爱拼。好，系讲喺真件嘅讲些妹，唱人为安妮小姐，唔限名嘅很多美女嘅美女哦，你要喷就好啦。用啥鬼啊？我都听到不行吗？哪壶不该提哪壶啊！哦，条下当然无讲过。安尼，大家就强去唱歌啦，庆祝阿强开店咧。好啊。有没有？掌声我呀！掌声来电台哦！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you kinda like to me, pretty woman. I don't believe you, you're not the truth. Yes, couldn't look as good as you. Pretty woman, won't you buy me, pretty woman? 怎样？现在看到他很害羞。Are you lonely just like me? Wow. 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stop a while. Pretty woman, stop a while. Pretty woman, give your smile to me. Pretty woman. 老强，那调出个促销情况以后呢，这首歌会不会唱？真的？你的视频可以来应用吧？看比看比，有听到吗？没什么啦，再想。看。想太多了。我刚问你，这首歌怎么唱？美女，来看你一张飞色的。美女，看到你哦，我真欢喜啊！唔同欢喜，真劲诶！真记得啊！按你讲，唔怕硬朋友冇欢喜吗？天啦，我冇朋友啦。
天意，天意，咩无天意啦？我冇女朋友。总动一生，心中记。小姐，你的饮料来了，谢谢。哎呦，消退了一点没啊？叫阿全开车来了，我先送你回去哈。不行啦，这样回去妈会担心。哎呦，我还是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了。好啦好啦，那我去弄点热的给你喝啊。找你啊，小刘啦，扣119。喂，小刘啊，干嘛啦？扣什么119呢？小罗，我跟安妮在曹董的店里，曹董还没答应跟我们买酒，可是我们都已经差不多喝挂了，你可不可以来一趟？你们怎么这样就喝开了呢？加了苏打水啊，容易喝又不知道醉。哎呦，好了，你们不要再喝了。过去看看。不。你都这样了，还要去哪里啊？哎呦，小刘跟安妮他们拼成这样，都快喝挂了，我要过去看看才行啦。你发高烧哎，头又痛成这样，去了也不能干嘛，不要去了。哎呦，我会照顾自己的啦，你让我去嘛，好不好？我去一下就好了。你让阿全他们送你回家吧。好，我会振作的。拜拜。小罗，请扣你毛。好你嘛，来，他甲冲啊，滚皮。阿比。真今日年终豪杰啊，冲唔亮的啊，无用的西来人啊，唔看也去小气啊，安阳章是冲买酒的。董事长，来让你挺住啦。好，关闭。董事长，你快叫！哎呦，董事长，你啉酒有冇醒来呢啊？看到我，烦死啊！紧啊！唔嘛个紧哎，唔多一下张来，我发酒张对啦，发神秘。错啦，发神秘啦！提升啊！连车都只行起啦，20公里挨落啦。你冇上講啦，你把你戒啦。然後，我上講啦，20公里。董事長，天意不要。好。用安好神哦，買個酒咯。哎呦，捱買啲嘛，好神啊！好事。第三杯啊！來，來拼啦！好，董事長按姿勢。哎呦，對你照顧我啊！哎呦，真好。唔好用講。
冰，干冰，阿斌，好哩，时间差不多诶，天哥一10个啦。好，小罗，天哥做唔得冲慢来哦。好，来啲咧。做到了。下条故事嘅酒诶。哦，小罗，慢慢来咯，唔是急啦。来看下诚意到哪？偏动。莫强，啉多水啊！你去跳哪？你要按手诶？基本嘅牙龟哦都發燒啊！看你還有來啊！小劉講唔到堵唔掉啊！哪有啊？小羅、小張，你們先回去，羅強我來送就好了。來 ，OK。罗强，你要放下个梯子到那边啊！罗强，石力先生，不好意思，麻烦到集美。7676，出去加油加油啊！530，出去顏上00，出去幾啊？衝動成成功結果。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情，等待一生一世的情，牵你
哎，是这哇。哦。你冲牙膏诶，真好糖啊！试试看，我贴配做的沙拉。唔好意思啊，臭安布我失水咧。系啊，迄个唔好啉暗多，结果你起家最多暗呢。我去sản婦，迄唔幫佢啊？當然啦，我真冇跟大家面從就救命咧。佢我有對你用版嗎？放心啦，你冇只有還有失神，還有我一定會負責任。點都很換我睡沙發，睡到腰酸背痛呢。乾少，大家說，新主來嘅哦。安子生，手一樣容易哦，然後很像嘅啦。反陽嘅字面啊，我真唔知咧，做乜嘅台北嘅菜條飯哦，足唔歡結賬嘅啊。係啊，按娘就對你嘛。你看，我貼配做嘅沙拉也係用幾種條嘅，你係咪攞嚟捧場咧？試試看。真有相反咧，唔可以隨人嘅調酒哦，出嚟做。阿娘出家食啲位啊。什麼朋友請你啊？唔係啊，我無下課嘅。誒，安妮啊，阿哥你大周心情真好呢。因為我有一隻新嘅願望。新嘅願望？應該唔係像你唱嘅張清芳嘅歌，想要出嫁了吧？我當然講哦，儘管都係有願望哦，就要講出來，較快實現啦。真嘅呢？啊，出到義務脫離啊，做啲提倡一下哦，上網推求嘛。喺我想要結婚，我嫁得出去冇？聽講我本人嘅評估哦，你嘅祖傳做到暗好勢咧，做一隻好姑娘哦，絕對冇問題啊！馬年拖到你哦，一定懂幸福啊！咁，我做其實幸福嘅你冇？安妮啊，還有女朋友呢。你還沒結婚，你還有現在嘅機會啊！講笑啦，我冇講笑，我中意你，你唔好靠我外表當現代，其實我心度係我真傳統嘅。那唔係我中意你，絕對唔會本女衰人嘅面從。我已經聽你嘅話，將我嘅願望講出來咧。你下開始，我愛實現我嘅願望。識啊，按好食嘅菜條飯，做唔得打送嚟。在這以前，我嘅感情世界超連分一散嘅，唔識有什麼嘢老愛主通過。回想起來，我老安妮一開始就有好印象，係因為同鄉嘅關係係，也係身體合得到，也像係緣分。知道嘛？還有飯呢。我識過嚟，係按做嘅，唔用咪都人咯。擔心你嘛，
昨天晚上没有跟我联络，而且你又发烧。对不起，我喝醉了。有没有好一点啊？规晚无转来，是酒醉，到底愈顺啊？唔係啊，安妮等下轉去夾學校去安撫啦。安妮，你同伊迄嘛个關係啊？啊？伊個細奶，伊個細妹會鄉下過夜，唱嘛個戲啊？唔啲不卡永遠定咩？羅媽，莫想講啦，阿強喺邊度工作，而且我相信小羅，安妮也不是這種人啊。哦，原來安妮救了你耶，那我下次要買個禮物送她咯。唔免生意呢哦，做嘛個事情要離婚村啊？係啲啦，係咪？先生，爱发好嘞。拄发夹条水果啊，安尼较酱较像颜色咯。好。美女，蔡美女先生。阿潘。你愿意让我重新开始吗？根据这个可靠消息来源，他潘世豪要是还爱着蔡美女的话，就要积极行动啊！我会每天跟你报道的，好不好？不用。哎哦，听难了。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有人默默为我加油，关心着我。假使演一个充满特質，做出條件，希望演一條嘅時代和希冀定情遙嘅快樂，演一條幸福嘅童年，演一條永恆嘅路。就算演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有難同當，演一會有福同享。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到時候別